到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啊，它的惩罚行为啊，它不会去惩罚什么不忠不孝，那道德上面有缺失的人，那这些呢，它都是在城隍爷啊、土地公啊、灶君啊、报事灵统的一个审查范围啊。那刚刚有说到身口意三业嘛，那下面的时候或许会提到。那我们再来说，我们知道城隍跟报事灵统是谁做吗？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城隍爷？那城隍呢，就是生前就是忠诚孝子，然后有孝悌有德之人，而且呢，他从来不为恶的人。那生前又有学问又有教养，那时候呢，通过呢城隍的考试啊，就可以担任我们的城隍爷。虽然他没有修行，可是他死后可以被封为我们的七天神。那城隍呢，他很重视我们的孝悌之道。那悌嘛，就是尊敬兄长，那顺从兄长。那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我们下属跟上属的一个服从，就是尊敬。那所以呢，城隍他很重视孝道。那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不孝不悌，那就是会被我们的城隍所扣分。那报事灵统呢，他多为是聪明、乖巧、心地善良，可是他尚未长大就夭折的童子。我们说是报事灵统。那因为在世的时间啊，它太短，在世的时间太短，又没有机会去行恶，也没有机会去行善，所以他死后啊，他不具有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的一个因缘。那因此呢，被城隍爷留在身边办事，以积功累德，再投胎到那个上界去修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报事灵统。那我们说，刚刚有说到我们求道嘛，对不对？求道，那我们刚刚说求道就是要调查我们新求道人的身家品性是否符合我们的求道资格。那求道要经过我们的卦圣号啊，那得到以后我们都说什么？我们要超生了死嘛。那这个超生了死啊，是有很多的诸神去共同来完成的。那我们求道呢？我们求道是不是那个龙天表会烧上去？那烧上去我们表文上升嘛，就是天榜卦号地抽名。那三官大帝呢，接获了表文之后呢，资料就会到我们人间户籍所在的城隍爷手中。那城隍爷呢，他就会请我们的灶君、土地公、报事灵统啊，一一的去做查询、去查明。那城隍爷是地方神，所以呢，他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在挂圣号后啊，城隍爷在请我们的报事灵统呢，根据我们的名字来调查我们的善恶，并通报啊名单上面的求道人，是不是符合身家清白、品性端正的一个条件？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龙天表要详细的写我们佛堂的一个主旨，那请求道人填写所在的县市啊，甚至是乡镇里都要写得清楚。那因为我们资料呢要交到我们当地城隍那里，再去调查我们求道人的身家清白、品性是不端正啊。还有我们求道后的一个行功办过，就是我们求道人的善行跟恶行啊，这个都要有所记录，都会被有所记录核查。那我们说，我们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那个弥勒救苦
弥勒真经刚出世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求道人弥勒都救苦真经，民国时代啊，民国。所以龙天表文一烧上去呢，我们交到佛堂的所，佛堂所在地城隍爷的手上，三彩皮然后就开始呢展开了调查。那现在呢，交通很方便啊，我们可以在乱跑。那住高雄的也可以到台北求道啊，住台中的我们也可以到台南来求道啊。那相对的，我们城隍就更忙，那报事灵童呢，他只好马不停蹄的到我们哪里，到我们求道人居住工作的地方去做查询，去做参访。那我们也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求道人的身家品性是否端正啊？应该是由我们银宝师负责嘛，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很好啊，对他有一点点了解，所以你才会想要带他来求道嘛。那可是呢，我们除了人的考察之外，上天更神通广大，更比人更明察秋毫，一切的事物呢，他一看啊，一查就查得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城隍啊，城隍爷跟报事灵童。那浅显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我们人造罪啊，我们报事灵童跟城隍呢，就好像人间的电脑一样啊，它会自动去做记录啊，它会把它记录下来。那自动和人间的五行相形相克的去配合，就有我们所说的因果报应。那五行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土金水。那因为现在全部都是自动的计算，所以我们一点点都不会。那正所谓的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在以前的社会，我多数的人啊，从出生到老死，是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那所以一个人的善恶啊，品格好坏呢，都骗不了人。那真的是这样。那后学遇过很多次，都是明明可能刚认识，那他就会说，你是那个谁谁谁，我又认识那个谁啊。那就有一点点刚认识你，他就认识那个谁，他就知道你的情况。那也有可能像后学到外地去工作了，可是还是呢遇到我们同乡可是不同村的人。那聊天的时候知道说，我家住哪里？他还真的跑到我家来看说，我家住哪里？所以我们说，真的世界真的很小。那也觉得很恐怖啊。这样很恐怖。所以呢，我们人啊，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损失。那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呢，我们对朋友的身家背景，一无所知。那要仔细的去问人家啊。一方面不礼貌，那另外一方面又可能怕得罪人家。那现在呢，大家的自我意识都很强嘛，更不要说大家可能会以为你有什么目的，但即使呢，被对方骗了，我们求道人呢，还是要经过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一关。那后学下面来说几个案例。就是我们八一组的。八一组的有一位张经理啊。他说他有一天在顶道的时候啊，有一个求道人啊，一直说道场不是的。那求完道的时候，他的名字没有被烧上去，就好像被切割下来一样。整天，我们知道说，我们那个各位浅浅都曾经参与过我们的办道嘛。那办道都很知道说，我们龙天表都是烧上去之后会整张都是变成灰烬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求道人龙天表文烧成灰烬之后，这个求道人的名字呢，没有被烧上去，就整个留下来，很清楚的看到他的名字。那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郭明义点传师嘛，我们已归空的郭明义点传师，他以前还没进我们一贯道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铁齿的人嘛，那话说，有一次他办道的时候啊，求道是一个未婚的小姐，那尹宝师说他已经吃了3天的素食。那我们知道说，崇德他们要求道啊，要求道以前是要吃3天的素食，那他们现在已经改成说，你如果要求道要吃1天的素食。那尹宝师说他已经吃了3天的素食了，就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求道仪式。那到了立院的时候啊，要点道，求道人呢，他突然被一股力量用力推啊，整个人从后面弹起来。那点传师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觉得这个一定有问题。可是呢，他传到一半，也不能说不点嘛，所以就还是为他点了一下玄关。但是呢，我们的郭明义点传师呢，一直对这一件事啊耿耿于怀。那1个月之后呢，他的尹宝师呢，就他是诈骗集团的一份子，而且骗了尹宝师1000多万卷款而逃，不知去向。所以我们求道的时候，他求道的时候被推离了拜殿，那表示在本表我们龙天表文送上天的时候，到点玄关的这个时间，短短的几分钟，我们的城隍报事灵统查清楚这个小姐的底细，并且跟我们的三官大帝做禀报。那说，这位求道人龙天表文有他的名字啊，也完成了我们点道的程序，但是呢，他也就只有三官大帝知道嘛。那郭明义点传师他也不敢说，有或一定没有。但很显然说，三官大帝对这个求道资格提出了疑问嘛，所以用推倒他的警示，推倒他来做警示。那求道人呢名字烧上去了，天榜也挂号。那如果说他作恶太多，或者是做了很多不原谅的事，那就会被勾出天法嘛。那我们都说，我们求道了是保证呢，超生了死嘛。但是呢，这个是要在我们的身家清白、品性端正的前提。那弥勒救苦真经也有跟我们说啊，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那城隍收到了求道人的挂号的名字，交代了报事灵童去查。那如果说不符合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啊，虽然你的表文烧上去了，我们的三官大帝也会举手，那天榜当然就没有挂号，那名字还是在阎罗王的身体。那还有人啊，就是他虽然求道了，可是他归空之后，他的身体是僵硬的。他如果说不是那个心中有遗愿未了啊，就是我们求道前啊，他的求道之后就是有毁道啊、谤道啊，或者是他的一生做行恶太多啊，天理难容，所以被取消了天榜挂号，就是我们所谓的勾出天盘。那这2种呢，都会被我们的城隍报事灵统查得一清二楚，报到我们的三官大帝那里去做处理。那我们说，求道以后如果能不能回理天？那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我们的10条大愿里面有说啊，天人共鉴嘛，是唯一的标准。那我们已经得到了人所作所为都会在上天的监督之下，所以能不能回理天，就要看监督我们的诸天仙佛在天上的法庭对我们一生的功过做出的判决。那说到这里，那会不会有浅浅说，既然上天都会筛选我们的
的求道人，那我们就不必去调查我们求道人的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啊。那这一点，我们记得我们在求道仪式的时候啊，我们引导师都有立愿哦，保证呢，我们渡来的人啊，都是身家清白、品性端正，或者要这样，要受天人共戒。那后学再说一个例子，是我们彰化的一个蔡经理，一个蔡经理他到一个坛主家去办道啊，那一切的过程都很顺利哦。可是到晚上的时候，这位坛主呢，他要晚献香的时候，发现我们贡茶是不是有上清跟下煮？他发现清茶那一杯啊，整杯都是黑色的。那坛主就觉得很奇怪呀，有疑问啊，他就是赶快通报给我们的点传师知道。那查了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位小姐啊，她是在特种行业上班。那请问说，这个小姐她有没有注册成功？问号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那所以呢，我们只要经过我们的三官大帝注册啊，即使我们求道一生没有修办功德，那三官大帝啊，他一样啊会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带业回到我们的明天。那这边就是后学说的天榜挂号跟注册失败后续偏旁。那后学就来说我们的孝道。那刚刚有说到城隍很重视我们的孝道嘛，那孝道有一句话，儒家有说啊，百孝孝为先啊，孝乎为孝，有如兄弟。那孝是我城隍的考察重点。那我们都知道说孝啊，我们大家都做得到，那只是要做，要不要做而已嘛。你看我们，行事就事啊，禅定神通啊，都有环境的因缘限制嘛。但孝有之道呢，没有啊，谁都做得到。那即使呢，自己的父母，你的父母不是很慈爱啊，我们还是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孝顺。那像后学呢，有一位同事啊，他都会说我妈妈对我真的很不好，但我还是对她很好。他会说，我妈都对男生比较好。那不知道浅显有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南部人啊，都怎样，比较重男轻女。有没有？会不会有人现在有在点头说，对啊，我阿公啊，我阿妈，或者是我爸爸、我妈妈，都是这样。那其实呢，男生女生都好啦。那我们来说一下舜。那像舜啊，他也是啊，他父母亲都不喜欢他，那也不爱他，那还要怎样？还要害死他。那舜还是很孝顺啊。所以呢，他就是成为我们怎样？大家都知道他成为孝的一个代表人物嘛。所以我们说，越难尊敬，越难敬爱的父母，我们仍然可以做到，尽力的去孝顺，那我们孝道就圆满。那父不慈，父母亲不好，我们仍然孝顺尊敬。那我们说，孝道啊，要做到人人满意，也许很难，但至少我们做到尽心尽力，就是问心无愧嘛，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那现代的父母孝顺啊，与父母相处我们就是要有恭敬的心嘛。那在外呢，努力的做好一切的事啊。那不合法的事我们不要去做。不要让在家里的一个爸爸妈妈忧心。那孝呢，就是从我们物质啊、精神方面，比如说关心父母，让父母过得幸福、健康、快乐。就是不要辜负我们父母亲的一个期望。那顺呢，就是顺从我们父母，尊敬我们长辈。
那合理的数就接受嘛。那我们说，不合理的，我们就试着沟通。那或许觉得现在的社会对人、对事、对物，可能觉得已经很好了，可是还是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嘛。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办法去做到人人满意。那一定会有人喜欢，也会有人不喜欢。那但至少呢，我们做到我们的尽心尽力，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嘛。那可能有时候做得不够好，那可能是自己想太多，那起了烦恼心，所以我们又是要有平常心，要懂得学习放下，就不会想太多。那我们都说，一个家一部经嘛，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家家的故事，百百万万我们听不完，也说不完，因为大家遇到的因缘都不一样，但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天下最不能等待的就是孝顺，所以呢，大家要珍惜呢，父母在的日子。我们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那像后学的父母亲都不在，你要想要孝顺也不可能。那后学呢觉得，陪伴很重要。后学觉得老人都很孤单因为你看大家士农工商都很忙，那现在很多都是一间房子有没有大大间，家里只有那个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老公婆安尼对看，对吧？所以不论我们年纪有多大，父母亲都会当我们是小孩子，那都会想要我们小孩陪在身边。那不在身边的长辈呢，他就会有挂念，所以呢，我们有时间呢，就要，有空就回家看看。那不行的话，就是打电话嘛，用视讯这个都很方便。那相信我们的那个爸爸妈妈长辈都会很开心。那你像我们家，爸爸妈妈不在了，爸爸妈妈不在了，可是就是我们家的长辈，他也是就是用电话来关心。那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也会现在疫情的关系，我们也会担心他，他也会担心我们嘛。那他们也会打电话说，我们常说的就是保重两个字，就是大家要保重那自己身体要顾好，那后学以前在外地工作，那后学也知道说，不一定说，你要赚很多钱，那有时候你会想到你的父母亲，那可能就是你会买东西给父母亲嘛，那不用很贵，那有时候可能就是买东西分享或者一件衣服或什么，那我们长辈就会很开心。虽然长辈他会说，你不要乱买呀，钱要存起来。可是我发现有的父母亲还是很开心的，他会去跟邻居跟朋友说，这阮查囝买给我，这阮儿子买给我，所以他们会很开心。虽然念归念，可是还是很开心。那家庭和乐很重要，这个都是孝顺的一种。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画面里面那后学是在找资料的时候，刚好看到《论语》这一张图片那后学就觉得很有画面。那子夏就问孔子说，什么是孝？那晚辈呢？晚辈恭敬我们长辈嘛，就是和颜悦色最难嘛。我们讲话要轻声细语，不要大吼大叫这样子。那和颜悦色最难。那请问和颜悦色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后学觉得呢，是照顾父母亲的时候。已经老了，然后生病的父母亲。我们说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那这个宝就很像是小孩子，所以我们要更有耐心。那我们父母亲会老，我们也会老嘛。就跟这个图一样我们握住他们的手，
就好像是怎样，爸爸妈妈当年握住牵着我们一样，我们陪着父母亲慢慢走，这个就是孝顺。现在的社会就是就是陪伴父母亲，我觉得很重要。再来说，还有我们都听说过，举头三尺有神明嘛。那林仓库坛主呢，他到天堂去游玩的时候有讲到上天派了5个仙婆来监督。报氏灵童呢是其中的一位，那还有夜游神、日游神、夜游神、监视神，还有我们身上的三尸神，那都是在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起心动念呢，他都在看，都在监控中。那日夜游神呢，就是他也是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位神明。那日游神跟夜游神的合称就是日夜游巡。那也有人说他是甘柳将军，就是我们的日夜游神。他原本呢是四处游荡的一个凶神那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大家都有听过，就是我们东岳大帝啊，还有我们城隍爷，还有阎罗王等阴间神明的部下。那分别就是在日间跟夜间呢监督人间的善恶。那他们呢就是被供奉在我们的东岳庙及我们的城隍庙。那还有三尸神三尸神他是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凡是人的心口意念我们想什么做什么他都知道。他都会跟我们做记录。那我们也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只受到我们的城隍、报氏灵童做监督嘛，我们更受到我们的灶君他就近的每天监视的我们的一言一行，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报氏灵童跟城隍他只看得到我们的言行举止吧，有没有为恶？可是灶君呢，他每天都是在家中观察我们，别人是看不到的。那灶君呢，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自己没有去查念我们的恶念，那灶君呢，他是了了分明。就是不管我们在吃饭睡觉我们所有的监视，不仅是行为、起心动念都跑不掉，他都会记。那我们家中如果有佛堂，我们是不是每天早晚献香都要跟灶君拜拜？所以灶君呢，他更清楚我们的一个善恶，然后做记录跟禀报。那有钱贤会说，我家中没有设佛堂可是呢，我们灶君呢，还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那在观察我们那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心念。那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的起心动念都要自己去注意，自己去审查。那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那君子要无愧于污漏，这叫做无欺暗示。所以弥勒救苦真经就提醒了我们道亲的一言一行包括起心动念都在生命的实下。那有一个故事它是真人真事的就是我们于敬义女造神那他是当事人呢是明朝的一个进士，他老年的时候有写下《玉造神记》那他留下这一篇文章呢，是为了去训导他后代的子孙，那也广为流传在我们的民间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后学就不说他的故事。那前有时间的话，就可以上网去做查询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些经文都
都是有做被验证，然后是真人实事的故事。再来就是报事灵通慈悲啊，他跟我们说啊，要我们聊天的时候啊，内容要积极啊，正面啊，不要有负面的话。他跟我们说，我们要小心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我们的念头还是言行举止啊，报事灵通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要我们呢，别忘记他手里有一支笔，有一本簿子在记什么？记功过。如果我们行为都没有正确，没有走错路，那将来就能回到天堂嘛。那报事灵通他也跟我们慈悲说，我们要找好处，我们要找别人的好处，也要找自己的好处。那看重自己，肯定自己，那我们还要用善意啊，用好的心念，用光明的心念去解读我们的每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注意说，他手里有拿一支笔有一本簿子在做什么？在记我们的功过。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身口意。那个报事灵通跟我们说啊，我们修道最重要的就是要亲近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嘛。那身口意三业就是行为，那它分别又有善跟恶，即3种。那身口意说起来就是10种的行为，那10种恶，那转为善就是10善嘛。那我们先来说，身就是我们身体造的恶业，就是我们杀业呀，到偷盗邪淫就是杀盗。那杀人、伤害、打人，这个是犯法嘛？那偷窃、抢劫、侵占，这个也都是犯罪哦。那再来，我们的邪淫就是有正当的感情，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或拐骗很多，这个都是恶的。那如果是善的业呢，就是不杀、不盗、不淫。那持斋布施呢，清心寡欲，就是修行。再来是口，我们说，嘴巴造的业，妄语、两舌、恶口、绮语。那妄语呢，就是说谎啊，五花不实。那两舌就是教唆，就是与对方呢争吵。那恶口呢，就是粗俗的语言啊，做人身攻击。那绮语呢，就是花言巧语，那可能说自己好，那别人不好的话。那佛教有跟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说人家的是非的话，特别是骂人，说人家的坏话，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我们是在替对方消业。那意思是说，说某人的坏话是没错嘛？那问题是，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啊，是在帮对方消业障，反而会把对方的负面能量吸引过来，那变成自己受到了这种缺点的一个感染啊。所以呢，我们为了不要把对方的一个心病或者是负面的能量吸收过来，我们还是不要说的好。那我们也说啊，一言兴邦，一言伤邦。口呢，它就像能伤人，它像刀啊，可以伤人。那口它也可以做功德，那口也可以做修行啊。那有时候呢，我们赞美别人几句啊，就可以产生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多用口修行，那谨言慎行，忌口的。再来就是我们意念上面，然后我们意念上面，意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那这贪嗔痴呢，它是称为3。那这3种就是烦恼。因为它会引发，然后长出呢种种的一个烦恼，那也称为是惑，诱惑的惑。那我们说那个贪嗔痴啊，这个是我们修道人3种的一个
个修道人的障碍。哦，由于他可以呢，他可以